你叫男人落嚟啊！啊！叫男人落嚟啊！仆街！啊！哎呀，你不要这么激动啊！我唔激動。你自己看一下，你這幾年你給了我喺門口停車都唔使屋企喺度講情話，咁撚疏乎？咁啊，開房啊！疫情後開房2日，你都仲喺度扮食嘢，成日夜晚喺度1點鐘、3點鐘走，你咗我傻㗎？你叫男人落嚟啊！嚇！叫男人落嚟啊！仆街！嚇！哎呀，你不要這麼激動啊！我唔激動。屌你老味！你又開房，你激動？你真係當我傻仔啊！你叫男人落嚟啦！你夠膽啦！而家屌你老味！你真係當我傻嘅，我車都同你拗爛佢，我今日攞撚定架產嚟拗爛你架車㗎啦！啊！開房咁撚過癮，仆街啊！神經啊！你1分錢家用沒有給，對吧？把車子賣了，房子賣了。我想㗎，我唔想㗎，大佬，我做生意我都想好啊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